咱今仔来看这个重点，气团，气团，三毫子，公斤。而且你刚刚讲你地球报过来，对，这样子，那个马桶的水是顺时针转进去还是逆时针转进去？马桶水是逆时针转进去啊。我现在去验证。好了。老师，你这不是说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？气团，还高压。高压。高压顺时针嘛，北半球高压顺时针。对啊，所以马桶冲水是高压。等一下我会讲到。那赤道上面就是马桶会高。来。咱是看上面叫做气团哈，什么叫做气团？你看伊个名知吼，这是一堆空气，迄范围做大个空气，性质拢相同，啥物性质？就是温度、甲湿度、温度跟湿度。啊，啥会形成这个气团？就是讲，你这片个所在做大个。迄做大，比咱台湾较大，所以咱台湾的顶管都可以形成气团，一定是咧大陆还是海洋的顶管。所以咱常来听到影响咱上大的就是大陆冰气团。另外有一个笑话吼，讲咱即摆是讲咱拢爱叫人，咱莫讲大陆。拢爱讲中国，结果因为当时国家大陆，你讲大陆遐南极大陆啊，啥物大陆啊，哪有国家叫大陆对吧？人家就是中国嘛但是结果盖出来之后，为出版商就做人做一个有迄个Word的置换功能把所谓大陆换成中国，一本册就变成哥伦布发现新中国。因为大陆换成中国，企鹅嘛，周元王在讲企鹅是住在南极中国，这样有置换功能。人讲的气象，你安尼置换，它会变成中国冷气大陆哪有大陆的意思？每是要盲目的置换这个大陆其实我们讲中国大陆，包括西伯利亚、蒙古，迄大片的迄个形成的。冰气团，伊个性质拢是干的，拢是干的。来，你看海洋，个咱的太平洋啦，太平洋，因为海洋咱伫咧南太平洋遐温度较悬。所以讲形成暖气团，海洋嘛，都水温足多，所以伊较湿。气团，伊个位置大概安尼我画一个，咱台湾来是遮，这个冷气团，红条拢是这个红条，暖气团是这个红条。来，我讲着，冷气团跟暖气团，冷气团是高压低压，暖气团是高压低压。暖气团是高压高。来，第二两种拢高压你唔通一暖一冷，所以就会倒闭。暖气团冷气团的中心拢是高压。都是 H。来，我讲着高压是安怎旋转，安怎转。咱北半球的高压北半球的高压顺时针旋出的所以是转顺时针的方向。所以这影响咱的季风气候，
安怎影响？咱北半球的高压顺时针，而且若外天的时阵，咱的冷气团计发威，所以变成安怎？顺时针嘛，所以到台湾遮变什么方向？变什么方向？吹什么风？吹什么风？东北季风。所以咱寒天的时阵，东北季风作用。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就是咱中央山脉遮北边是迄个迎风面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后面的还有什么在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在想东西而已。这个迎风面啊，会把气流抬升，所以北部的冬天因为东北季风常常落雨。但是这风刮山过岭，雨拢落了啊，到咱南部遮变做下沉气流，所以咱南部遮拢大寒天拢袂落雨，而且唔了袂落雨，咱空气啥啊都做无好。因为下沉气流甲歹的空气炸落来，咱家己产生歹的空气，佮吸袂开，寒天温度都加，对流更袂旺盛，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尾巴下来，所以注定咱南部遮就是中央山脉的尾仔遮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。到遮停落来气流，互咱空气拢无好，佮打佮袂落雨，若热天呢？热天要做嘛是团发挥着，伊嘛是高压，嘛是顺时针，所以风向变安怎？西南季风。西南风拄啊倒变过来，倒变过来，所以咱。南部的山区变做迎风面，咱热天的时阵，因为这西南季风，所以咱行山区拢有雨后雷阵雨。我记得我有迄个补助过以前啊，我带学生去迄个露营，8月初去迄个屏东，屏科大，你有去过无？有没有去过屏科大？屏科大一进校门有一个好大的草原我们就在草原上露营。结果8月初去露营迄草原佫无树啊，大家爬到走无咯，连帐篷内底有够烧的。好甲在学生去活动，我就去咱图书馆。但是过早中午过后开始乌云密布，从2、3点开始，午后雷阵雨，闪电打雷，还有一个花莲红军来露营2天都被雷打到，送回去了。他不是直接击中，因为咱落雨嘛会晓打嘛，所以迄会晓扛起来，涂骹拢有水迄落雷是落伫边啊，甲迄电印过来，伊讲有电着。他死掉？没有啦，受伤啊，吓到成本比较大，就露营不下去了，就是，打刚的安尼好，每天都这样，早上大太阳，中午过后雷阵雨，我想讲，搁要露营安尼7、8、9天那会卡死。迄个是过3、4天了，才安怎？风开来啊，台风来，更惨。所以咱的午后雷阵雨就是我那西南季风引起的。你到底还在忙什么？快一点好不好？忙完了。
好，再来咱看封面，咱的封面嘛，封面是啥物意思？就是无共性质的气团，伊交接的所在，它的交界处会形成封面，尤其是冷气团和暖气团。所以咱的大陆冷气团和海洋暖气团交界的所在会形成封面。啊，伊的封面性质吼有几种，咱只会讲到3种，但伊全部有4种啦吼，有一种咱高中也会讲到，冷风、暖风，来自由风。第4种叫球部风，比较复杂。在北部，在那个啊？南半球没有第4种。什么种？第4种不是在那个。大声一点。哦，没事啊。冷风、暖风、自由风，伊的封面就是讲冷暖气团的交界处。冷风比冷气团的威力比较强，所以迄两个像两个高手在比拼内力哈。内功比较强的人，他一直往弱的那里推过去。所以冷气团的威力比较强，他就往弱的那里一直推这个冷风。倒变回来，暖气团的威力比较强。它把交界面一直往冷的地方推，这叫冷暖风。所以自由风什么意思？自由风什么意思？两个势均力敌嘛。两个势均力敌，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就形成自由风。所以这2个其实都会移动，而且移动都不慢。可是这个东西，你这个自由风袂动，有当时啊群足久，有当时啊会群足久。来，我把伊的图画出来吼。咱是为冷风，因为冷空气是伫下骹，暖空气伫顶管，因为冷空气要挡嘛，冷缩热胀嘛，所以冷风的意思，你会当想讲是。冷空气跟暖空气安尼吐起来，把它缠起来。冷空气在下面，暖空气在上面。封面在这边，冷风的符号是尖尖的，伊的移动方向，因为冷气团压着，为安尼上，把暖气团缠上啊。缠上之后，暖空气因为升到高空，就会形成雨，形成雨就会下雨，所以这边就会下雨、热风。所以冷风跟冷气团上大的差别就是，拢会变寒，都会冷，但是冷气团是干的，冷风来的时候，改变了嘛，下雨。就湿了，所以前几工是用热风，这种封面啊，那干冷气团就袂热风。这冷风来咱看暖风，我讲，半边二，半边二，半边二，没反赛。北宋半边二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看暖风。那你说暖风就倒过来啊，暖气团把冷气团缠上来啊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当然不是啊。暖气团，暖空气不会在下面啊。那暖风是怎么回事？暖风就是暖空气爬到冷空气的上面，因为它威力比较强，所以让它得这样的分布。
它的形状是半圆，移动方向是安尼，小港，叫有闹。但这两个差别是因为冷空气把暖空气产上来，所以这个坡度它比较陡。伊这是暖空气跑到冷空气的上面，所以这边的坡度会比较平缓。比较陡跟比较平缓，伊的差别就是伊的云会较集中，所以伊落雨吼，可能足紧就过啊。伊这吼雨较细，伊的雨落了较细，但伊会落较侪工。这暖风咱台湾较少看见，拢伫纬度较悬的日本、韩国较有暖风。咱拢看有冷风，因为暖空气要威力较强，一定伫咧夏天，才是夏天的时阵。迄阵已经较北啦，它会发威推过去的时候，交界面通常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，北台湾遮。所以咱会拄到冷风，咱袂拄到暖风。咱嘛会拄到自由风。自由风面发生的时阵，它就是咱所讲的梅雨季节。因为春末夏初的时候，春天过啊要热天啊，到高潮的时阵，人马气团的威力差不多，所以伊会使真对抗。这个封面跟若伫台湾的顶悬，你会发现，几人礼拜，甚至整个月拢咧落雨，逐工拢落袂停。有人遐做不准的，有人遐会引起灾害就伤大。但有人遐你无梅雨季，梅雨季不明显，咱遮会欠水。因为咱南部无法度，因为东北季风带来雨水。所以咱南部要进雨水，第一个靠风台，第二个靠梅雨。梅雨安怎讲？梅雨的台语我来讲。梅啊。梅啊风。有人讲黄山雨啦，黄酸雨啦，黄山啊雨啊。这个自由风，自由风的路面是安尼，渐渐啊移半移交替。所以你若气象图顶悬看到这个冷风的度，看到半移的暖风，伊的箭头也是半移的方向，就是十回的方向，就是伊的距离有10回的方向。所以，这个箭头是指向暖空气，冷风的箭头是指向暖空气。冷风的这半圆呢，冷风的半圆呢是指向冷空气。好啦，恁若要表演，我甲小叔推荐恁升起去表演啦，好。你若安尼交替，给自由风，给自由风。所以咱台湾给受到这个高冷气团跟太阳暖气团，还有会受到冷风跟自由风的影响。那我们今天靠这边。